你而家收聽嘅係普世佳音嘅靈修節目《每日箴言》，係由高飛揚傳播製作。4月1日，72人，歡迎收聽每日箴言。我哋一齊聽一段嘅聖經，路加福音嘅第10章1至到20節。這時以後，主又設立70個人，差遣他們兩個兩個地在他前面，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，就對他們說：要收的莊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。你們去吧，我差你們出去，如同羊羔進入狼群。不要帶錢囊，不要帶口袋，不要帶鞋，在路上也不要問人的安。無論進哪一家，先要說：願這一家平安。那裏若有當得的平安的人，你們所求的平安就必臨到那家，不然就歸於你們了。你們要住在那家，吃喝他們所供給的，因為工人得工價是應當的。不要從這家搬到那家，無論進哪一城，人若接待你們，給你們擺上什麼，你們就吃什麼。要醫治那城裏的病人，對他們說：神的國臨近你們了。無論進哪一城，人若不接待你們，你們就到街上去說：就是你們城裏的塵土黏在我們的腳上，我們也當着你們擦去。雖然如此，你們該知道神的國臨近了。我告訴你們，當審判的日子，所多瑪所受的，比那城還容易受呢。哥拉汛啊，你有禍了；伯賽大啊，你有禍了。因為在你們中間所行的異能，若行在泰爾西頓，他們早已披麻蒙灰，坐在地上悔改了。當審判的日子，泰爾西頓所受的，比你們還容易受呢。迦百農啊，你已經升到天上，將來必推下陰間。又對門徒說：聽從你們的，就是聽從我；棄絕你們的，就是棄絕我；棄絕我的，就是棄絕那差我來的。那70個人歡歡喜喜地回來，說：主啊，因你的名，就是鬼也服了我們。耶穌對他們說：我曾看見撒旦從天上墜落，像閃電一樣。我已經給你們權柄，可以踐踏蛇和蠍子，又勝過仇敵的一切能力。斷沒有什麼能害你們。然而，不要因鬼服了你們就歡喜，要因你們的名記錄在天上歡喜。我10幾歲嘅時候嘅第一份工呢，就喺華盛頓州嘅一個農場嚟到採集覆盆子。我唔能夠講話係我最中意嘅工作，但係呢一份工讓我喺暑假有事可以做，仲能夠咧令我賺到啲零用錢，可以花喺當地一啲嘅加油站啊，買一啲棒球卡啊咁樣。不過咧，呢份工作除咗讓我忙起嚟同埋賺到錢之外咧，仲讓我喺暑假裏面有咗使命感。耶穌差派咗72個肩負任務同埋目的嘅跟隨者，走喺佢嘅面前，前往佢將要去傳講神國度嘅好消息嘅城鎮同埋村莊。呢跟隨者走出去，分享咗有關耶穌嘅好消息，佢哋甚至能夠治病趕鬼。從佢哋嘅反應睇上嚟，
佢哋都似乎好驚訝自己能夠奉耶穌嘅名做呢啲嘅事。當耶穌俾我哋一項嘅任務，並且將我哋差派出去嘅時候，會賜予祝福。即使我哋覺得自己並冇完全準備好去做被呼召要做嘅事，但係耶穌係會同我哋同行，並且祝福我哋手裏面所做嘅。主耶穌有任務同埋使命俾我哋，我哋係喺呢個世上跟隨佢嘅人，奉差遣去到同世人分享佢嘅福音。主耶穌啊，感謝你差派我哋進入世界，去同我哋所遇見嘅人分享你嘅好消息。阿門。你而家收聽嘅係普世佳音嘅靈修節目《每日箴言》，係由高飛揚傳播製作。